他是一个教育家，他也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摄影师，也是一个演讲者。那他做的工作就是启发别人，他有点像精神导师这样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他做得非常非常好，至少我就是受他启发的。我从很年轻开始就对很多我向往的事用了很多的精神。我喜欢探险，你知道，我第一次探险5岁，想不到啊，为什么我会做那个第一次探险呢？你看，我住在新竹雄林，刚好中间有一条很大的河，叫做头前溪。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听到溪的对岸竟然有一个声音从那边传过来，那声音很大声，越小我常常在那边倾听，那声音这样，这是什么声音呢？什么很大声？很大声从溪的那一边传到那边很远哎，要传4公里哎，那么远。哎呀，结果不是，有天我就问大人说，那是什么东西？怎么会那么大的声音？就大人问，那是火车。回家，我就不知道，没看过火车，就问他们，火车长什么样子？他们讲说，你要把那个50辆到100辆的牛车接起来，就像火车。哎呀，那时候天天在想，到底50辆牛车接起来会变成怎样子呢？所以终于有一天，我隔壁的人家要到对岸的山边一个小镇去卖菜，我就跟着过去，然后走到火车的地方，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来了火车，好可怕！哇，那来的时候非常震撼。所以啊，后来我回去以后啊，你知道，我心里一直在想，我才过一条河就看到这种火车这种怪物，那如果我过2条河，翻过山，那我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很小就开始梦想，我要翻很多山，我要去很多地方。就从那里开始，我突然间开始变成小小探险家。我大概是1987年，就是跟薛仁修第一次碰头，那时候是在太鲁阁的峡谷里面。那时候他刚辞去牛顿的工作，他儿子问他一句话说：“那你的爸爸，你辞职的时候呢，我们家吃什么？”他说：“很简单啊，吃饭就好了。”那他也问他说，他又问他爸爸：“那我们住哪里？”因为他没有房子，他就说：“反正就住在房子里面就好了，不用去找。”那他就是当时在牛顿，其实他可以发展的还不错，他是一个摄影嘛，然后也会写作的人，所以那时候牛顿也给他蛮高的薪水。
可是他就觉得说那时候已经40出头了，他认为40岁到50岁之间是人生最精华的一段，他希望能够把这一段时间来留给这片大地，做一点点对全世界、对地球有意义的事，所以我那时候就认识他。对，我大学时候呢，就看了他有6本到中美洲，在亚洲冒险的那个故事，非常非常精彩。我大学就很着迷，就觉得哇，我将来如果能那样子，哇，那真的太好了。我在台湾当时的社会氛围啊，还有念书，你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它是比较封闭的，然后接触的也比较窄小。那他的书呢，把你带到整个世界啊。那第二个，你处的是一个人文的社会环境里面，他的书，然后他的影响，把你脱离了这个小环境，它变成大自然。那他带你去欣赏大自然，然后同时带你离开生活某一种层面比较高的东西了。那所以说，对一般人念到他的书，都会有一种悸动，对，生命是可以这样子，不是一成不变那么单调，生命值得去冒险，然后大自然是这么美，你要去了解它。那这个对我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两位是葡萄酒嘅沙羅日，1982年，徐先生第一擺到葡萄酒嘅熱帶雨林去探險，喺兩擺嘅探險，後來就變成佢探險文學叢書嘅其中一本書。當今唔係去舊擺咧，今年係特別，佢哋台灣土地權放熱保護協會嘅親子團體共下去，特別到有日辦係成人，佢嘅親信土地度去體驗熱帶雨林。荒野的伙伴，大家欢迎到沙拉越啦！好不容易啊！我们在这边先介绍一位重要，这几天都要带各位的哈，他叫做郑阳耀先生，因为他在高雄念书了，然后他也是客家人了，然后他是婆罗洲炒咖啡第一高手。我2000年来遇见他的时候啊，就是要认识他，就游说他来荒野这里成立了。所以经过他4年的努力，再努力，终于在2006年了，我们成立这边。2007年07年才拿到执照，说可以正式成立。那他就当会长，他当到去年他。徐先生係1946年喺新竹江林出生嘅農家子弟。佢講大家庭窮苦，做每體嘅天勢，就係佢童年改良時嘅生活。雖然當時嘅生活當苦，不過環境當好，到底山當18日，天順作怪，好吧看冇害行卷，所以佢嘅童年過了當快樂。左邊退伍了後，佢就經驗喺農林堂嘅種苗改良廠做技工。1972年，佢負責調查野杉濫伐，走遍全台灣嘅山林，就發現到台灣嘅環境本濫墾濫伐，配料農藥破壞了當嚴重。改良時才26歲嘅徐先生，就喺《中央日報》發表一篇實時嘅提評信，呼籲大家為重視生態，保護環境。1974年28歲，佢就到中美洲嘅尼加拉瓜去做農業技術團嘅技師。第一擺有機會親自到熱帶雨林去探險。喺啲了後，佢就開始台灣世界慢來走，用相機記錄世界各地嘅自然生態，用寫文章出書帶出解說老人講，來教育大眾認識大自然。熱帶雨林嘅面積係咧提高陸地嘅面積係
5%啊，热缩的停停。毋过热带雨林地白图的物种生命物种是提高60%，60%的大概地白图。所以，你暗色的蔬菜、暗多的生命，倒下了被破坏掉，是表示讲提高的物种会冻结。第二点，热带雨林是提高了的肺啊，伊做个种个氧气出来，本来个水多，调节了提高的个种个温度也最重要的所在啊。还有一当重要的讲，了下目前世界上当多的重要的病，加上个艾滋病了对的东西个，记着的研究的讲，甚多做得字的，全部是都热带雨林出来的东西啊。所以了按重要的东西，你为了恁热说的利益其实种树种几啊，他们来种个种啊有种，结果你想看呢？你用对得起海豚呢？好，这个灰狐非常难找到，因为呢，它的形状啊，伪装的跟树皮一样，贴在那里。第一个很安静，第二个不要靠太近，它很不要靠太近，就在路边。我们靠近它眼睛已经这样子在看了，我怕它会跑掉，所以我们就这样看完就走，晚上走。等一下它傍晚了要起床的时候，我们去拍它，你会看到它掀裙子、大便、洗脸，然后开始要上班的时候就会到上面去，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它咚飞起来，我们就跑。所以呢，知道吗？不可以把它赶跑。会改那。1995年，齐先生伫持续九水界下创立了放热保护协会。短短3年，就3000个人加入，立下就成为台湾最大嘅环保社团。2003年，佢伫尼加拉瓜成立第一只放热嘅海外组织。過嚟歐洲、馬來西亞、到中國，嘛伫了今年3年成立。伫差不多40歲了後，齐先生做嘅全部係教育大眾認識大自然嘅事情，目的完全唔係為佢自家，係為安利大自家嘅後台資訊。佢希望為佢哋留下一個自然空間嘅大地，但是就台灣自家空間咪係唔啦，為幾隻地球空間，安利嘅資訊總有未來。一天當人奇怪，用為要佢安樣嘅人呢？到底佢嘅後背有乜嘅東西嚟記刺激呢？原來就係佢快樂嘅童年生活。佢講童年嘅經驗會讓向人嘅成人，為做生態保育，就係啲成人嘅自然教育來開始做。所以啲放熱創立嘅第一年，佢就組織一個成人嘅團體先鋒團，直接土基條到大自然啲嘅東西了。本記了從細就好大自然，所以了解齊先生就會圖了到成人來到婆羅洲跟熱帶雨林。所以我哋做嘅事情全部都喺成人那些關係動態，所以你看我寫嘅家在九芎林，還寫春童野徑，全部係童年寫喺大自然，然後當時文化對我影響。所以我認為辦荒野保護協會哈，要做兒童自然教育，我發現到去過嗰種嘅婆羅洲熱帶雨林嘅成人嘅種類完全冇可能。佢體白感覺到很多嘅嗰種動物都應該順條呢，因為大森林啊不同嘅文化，所以整個會打開佢嘅眼光啊。所以當到將來應該叫做什麼捐款幫佢呢？所以對我來講，按到應該看到當到成人那樣嘅改變。
所以咱用带去就去看。了成因汉白抬了，无论佢会做嗰种个企业家，佢唔会去唔该开 TQ 嘅企业。佢立法委员，佢听好你动好嘅法律。若佢系因为行政官员，他也不会疏忽生态保护。所以了就是讲教育所在改变社会，改变人的一生，就爱只用那个观念带谁那去啦。好像什么高丽菜一样，你看，然后这个慢慢剥开来，就开始张开来就变成这个样子。现在它开始开到极致了，第3天、第2天晚上就开始这样，这个往下缩，开得更，所以你刚才看到已经这样卷过来了，花瓣变小。到活了哈，来，开两只。哎，好多了，哈哈。热带雨林了，东南亚热带雨林，暂时的大部分安尼发音啊，客家音咪清东爱咪拄到的哦，所以爱话是东南亚创意人讲去做乜个，就会改变了，就讲安尼啊发音对了 TQ 的破坏，所以佢了对发音的印象真唔好啊，用袂安尼咯，我总爱希望透过了的方式来慢慢改变发音的对 TQ 的观念。薛仁修一直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说，世界的保育，无论野生动植物或环境的保护，那大部分好像都是欧洲人、美国人在做。其实你很少见到黄种人在做这件事情。那黄种人呢，在世界的人口也不少，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那尤其现在中国慢慢崛起，那生活也慢慢改善，富有的人也越来越多，对地球的资源的掠夺也越来越多。可是从来没有一位黄种人愿意，中国人愿意跳下来替整个地球来做一点事情，这是他最早他的想法。因为我到东南亚地区哈，像婆罗洲啦哈。澳洲，还有呀马来西亚，还有中国，我都甲攀动到了就海外荒野保护协会嘛，这种伊样来出去本当到啊，放眼看，讲安尼会大所在样板嘅所在。我特别放眼唔会认为家去大所在啊，特色上拢爱传到前来走啊，所以问题就在了，了都做咩事呢？所以你变成你的故乡，对 TQ 来讲，你按重要的大自然的素材，你唔是设计你而破坏去，咁你大了，即係說對不起啊，有只數，啊對不起 TQ 啦。所以看了的情形慢慢會做得落嚟啦。所以因為喺海外有好多隻，像中美洲嗰邊有嗰種係荒野保護協會，我上來了都回來去做一隻連起來的平台啊，讓喺度台灣也準備成立一隻按照放假基金會，希望透過了基金會來大家共同來做。给你们看过，你们没有看见过的啊！你看，这么大的竹节虫，这里的婆罗洲的鬼竹节虫，对，来放在这边给你们拍。哦，好像龙虾哦。啊。离开嘉定山，3人就坐上原住民日本草嘅冲山，我去乌鲁爱提起拜访一张很大的日林地位度嘅部落，体验日林民族嘅丰富生活老文化。很俩就係婆羅洲沙羅日
凤蜡保护协会目前正在推动该日林保护计划。这个保护协会会发展起来，到当地原因的地势、经济什么清楚。婆罗洲这边发展相当慢的，按多年的吼。不过因为有基础都在努力，然后让向落去个发音的个种个动态叫做 Borneo Adventure， 这家旅行社的老板，这是婆罗洲最大旅行社，伊所有接的台语学土语了，全部是欧洲的，所以去做动态，去做咧让向政府，所以这今年呢，去看动爱了做的，让因创意了去看去靠加比，我们其实感觉到保护的重要，所以因为去做有路爱嘅种来保护。当当年底，婆罗洲有当当热带雨林，无唔错。这回热带雨林唔但到台湾最近，咪係地球上最老嘅熱帶雨林。不過因為經濟嘅開發，佢哋係面積越縮越細。從婆羅洲沙洛日呢度嘅熱帶雨林，就因為大量稀水庫暫時改種幼種，目前面積就存放到10%。喺烏魯愛呢隻天氣，呢下就面臨安養人嘅問題。所以期間上到沙洛日放假就計劃。為了烏魯愛變成一隻融合生態社區，讓生態旅行留下全世界嘅遊客過來了到體驗熱帶雨林嘅生活，用呢度日本創意用保留自家嘅雨林文化來傳承，咁樣佢哋就做得提升技巧，未來嘅開發。因為呢2年都在做烏魯愛，所以你愛見到一件事情，當地原因也。即家行出來保護咧，所以去年該選的書全部本人發出來是漲，記得係為所本發落以後，大家去抗議，所以上張年、8年、9年來是這個組長，然後個旅行社的老闆，然後個當地的烏魯愛那個一般組的大頭目啊，錯非常易看，就將答應講，也為所十個證書咧。我給發出一個那樣保護器。1987年，台灣張介念開放到中國探親，事實上呢個人就找到廣東美人嘅主題是親近民族。唔但係佢第一擺去中國，佢咪係記到起屋200多年來第一屆轉到中國主題去探驗嘅資訊。當然，佢就找到中國邊疆去旅行，就咁樣20-30年來佢走遍中國。2000年，佢本人繞牆到新疆，推一群60人嘅大學生，為佢哋做自然觀察嘅訓練。第二開始，佢當然走中國，就係為咗為圖中國各地嘅大學生行入大自然，到今14年嘞。喺第一擺，佢就受到60人廈門大學李正基教授嘅繞牆，目的地係廣西嘅無煙。来了养羊哦，你长健康了。看我一样。那几天在这边？跟他们在一起4天还是几天？还有4天。还有4天呢？对。好少啊！为什么不？
前面为什么不加一个一哈？啊，就有2个礼拜啊。谢谢这个你。Nice dream， 好，晚安，谢谢，晚安。中国的发展因为少啦，因为特别按苦，忽然间6000嘞哈，所有人用了一切向前看，所以因为庆幸之下，大家有机会从大自然里面走在退也好，强也好，强的东西也好，去冲过去做，所以你也会看到像南岭这样的国家森林公园，该按重要的素材，给商人报上。都该水涨的为所产生鱼塔，鱼迄种可以公路啊，边上有秀天啊吼，所以很多当地人小的是讲，规则中国全部都该破坏，无法度改变，用个山。它有大自然里面哈，你不要被看起来像现实一样，你就错过很多啊！对。人生也是一样一个。不要执着，还有一个执着。你看那个花，你这样看，左边看，蹲下来看，它是不同的。人生都是这样的视角，看你的视角。请各位把眼睛闭起来一下。现在我们开始把气吐光，然后深呼吸，要慢慢的吸，好，再慢慢的吐光，把你的城市带来的浊气全部吐光，然后再吸入这里充满能量的空气，然后去感受。当你在吸入这些空气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跟着所有环境的一切的植物，全部都联系上来了。让那些氧气、那些芬多精、太阳的温度都到我们身上来了。你就知道你跟大自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我们早上吃的东西，全都是太阳、水、二氧化碳变成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无法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去感受到他们进入我们身体，给我们能量，让我们在这边可以行动，让我们有所感觉、有所感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做一些简单的集训，其实就是让我们具有更大的能力，来跟自然做结合，分享给别人。希望大家对大自然都能感受到这一份美好，而爱护地球，爱护大自然。有亏有败，啊，又按3跪9叩。
记得那一句话吗？当你在大自然里面发现美好的事物，赶快分享出去。我很喜欢有一首，就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看到没有？杂花生树那个景象，所以我常常会去拍这些景象，诗里面的去，它升起无限的感觉出来了，多漂亮！好，再来，我们都看到很多这种紫云英，对不对？但是你要把紫云英拍的具有一种吸引力，你就要利用环境，所以趁背景非常重要。照相的不要只要看到你拍的东西，你要看整个背景。那个背景有时候不单纯的时候，就强调你的主题。背景如何单纯，背景的颜色对比都不一样。很多的情景会让你升起感受，是因为你在童年到青年时候有很多的经验，那个经验会写在你的心灵深处里面。所以听过我演讲的都知道，所有人生的精彩都在行动中，不是坐在那里。所以我告诉各位的一句名言，我曾经在医生也都讲过 ，Always keep action， 永远保持行动。所以各位，生命是来经历的，不是来 nothing to do。人生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叫做 nothing happen。所以我们很高兴，说虽然环境不好，可是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因为当我们在做的事时候，就是我们在爱。那个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原动力。所以 always keep action， 永远不要停止行动啊，永远在行动，保持行动。所以在我心目中，徐老师他是。对大自然他是有很好的这个理解，他懂这个大自然，已经是领悟了这个大自然，就是他自己，而且从这个里面来超越了自我的一个环保领袖。那徐老师在这个里面在做的过程中，他就觉得光一个人做还不行，然后要希望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做，他就把这个把荒野的理念也带到了大陆。然后在大陆连续几年的培训过程中，就要针对每一年大概几十个人，对这些人都做培训。他每次都跟我们讲说，我们去中国那边你不要期待说现在他们就会学得很好，一定是在未来才会影响到。那我们现在是给他很好的概念，然后让他们切身的跟着我们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们在对待这些大自然的一切，然后他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在深层里面。把它记忆下来，或者说就能够感受到。那未来的话，有一天他就会回想起来说当初徐老师他怎么样带领我们来看自然，然后怎么样呼吁我们要保护自然。让我看到的就是说，在荒野里面有一群力量慢慢扩展出来。那这里面可以看到这种多元化嘛，就不是说只有 NGO 组织或者说只有环保的人士才能做环保嘛，对，而是应该把这种环保的理念深入到更多人参与进来。有一个概念要记得哈，你来做环保并不是付出，你本身是最大获益者，这个要开始说呀。所谓的获益者，就是说你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快乐，你得到的心灵的成长，那个智慧的成长、知识的进步，是你先获得的。那么我对地球有贡献，那是你的一种人生成绩，让他们在这边找到成就。所以这种东西。很怕的说我来做志工，好像我就奉献什么，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嘴巴志愿者？我刚刚有跟他提了，第一个要把名字建立起来。他又讲草木虫兽了，这太狭隘了，太狭隘。我也是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未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的走的路有多大，都不知道。像我们今天呢，他们都非常感谢我讲用荒野。比如说荒野最重要有几个意义。提白讲是讲放假实在是因的偏见，唔系真正你提供哪个放假？对所有地球的生命来讲，冇放假。你讲沙漠的
放假，沙漠来放假，沙漠冻到沙漠的动物植物啦。你讲叫嘛？你讲树呐，也冇用啊山呐，啲把全部当作动物啦。所以对迄个生命来讲吼，地球是冇放假。因为讲就放假是引用即个经济的观点讲啊，了个天爱冇法度生产爱活东西哦，冇经济效率，所以了按到放假。所以我会用了两只是做放假保护协会来讲，主要是讲本身是一只教育，讲因你充满偏见，所以地球人认为咩都叫咩影响你。树。各位，基本上，太自然就当到你用目睭看的，当这样的，我当到上当我谈的，所以因为谈音乐，你又不会谈大自然的声音啦。其实大自然的声音全部有意思啊，伊用在上来表达伊的情绪，像不同的鸟，伊叫莫穷人之地，所以声音对我来讲，像片穷人，你唔到河一样，都来感动人。尤其也系人哈，目睭用强多，安尼人类啊，你看安尼大部分的人一半以上都戴目镜，你看到人戴助听器啊，无啊，因为表示安尼的耳孔用动少啊，对大自然了耳孔也不敏感的，所以我认为是开始开始去倾听大自然哈。排一排在洗澡。有没有？啊，就那样。1-20米这样。哦。1-20米。徐老师在去年的时候
当这个阿朗伊古道的议题受到台湾各界关注的时候，徐老师问我们说：“哎，我们有没有兴趣再把泰勒在1887年走过的这段路，我们再来给他走一遍？”我在20几年前，1984年第一次看到这个文献的时候，那个时候差不多是100年前。我在想说，这100年来，到底这条古道发生了多少的变化？不管是人文的还是自然的。当时我就想走一趟。我那个时候一直未能如愿啊，所以一直到阿朗伊草出来，也有学生去过了。我在想说，哎，应该把它告一个许久以前的那个愿望来对照一下看看。那我想，我用我自己的眼光去看，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泰勒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大自然，这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那我在想说，我走了，我替他来补没有看到的自然生态那一部分，到底他错过了什么？然后顺便如果可以的话，也看看当年他遇见的这些人物们，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开始。泰勒沿着海岸穿越生长着成片成簇的林头、草海桐、马鞍藤以及漫径的平缓珊瑚礁滩岸，但他在文章中只字未提。要不是急着赶路而无暇顾及周遭的植物，就是他对博物学是门外汉。这5月的季节，草海桐正是最美的时候，美得我们的相机响个不停。为什么当年泰勒没有画出这么漂亮的画来？啊，没有，他只我还在怀疑泰勒啊，他下午4点从南夹出发，晚上已经到8点的那边，所以怎么可能？我一直在想那件事情。第2天一早，泰勒参加了排湾族女巫的祈安法会。我们也在里德找到硕果仅存的女巫张米芝，以当年同样的仪式为我们祈安。当然，结果也是一样，平安。与当年泰勒相同，在女巫分给我们每人一片芭乐叶后，上路了。还没有啦，平安的来。你迄个扭开一下，啊，这张我破换吼，嘿，对。真是在荒烟蔓草中了哈。我们在这边探索啊，那个水躲在后面，哪一条猴子啊？妈妈还小左，小猴，好来，真的。在荒烟蔓草中，这样，寻找昔日的旧路。啊，这是山柚啊，这山柚。
它真的构造漂亮的要命，真的是。然后你看，连打烂了还。正如3位主唱者的出身，概括了港仔居民的组成。一位是港仔出身的歌手周丽凤，第二位是女村长黎红竹，是出生在苗栗的客家人，嫁到这里来。第3位则是有一种文人气质，是从万华嫁过来的都市人张景贵。3位奇特的组合，正说明了海边小村港仔居民的奇特组合。这过程有点像嘉义女建立的。当年泰勒因为天气炎热，根本不曾注意到这里的潮汐因地形与地质而发出令人震撼的壮阔声响。尤其当浪潮回落下海时，带动石块滑下，彼此碰撞摩擦，发出千百小鼓齐集而震耳起隆的声响。这一路上，我发现这段古道带给我听觉上的感动，更胜于视觉。哦，真的很好听，很有立体感。太大声了，都破表，破表，破得太厉害了。我们站在高处俯望前下方笔直的海滩，这段当年令泰勒一行人热昏的最后一段古道，现在沐在小雨中，若虚若实，直达远方的朦胧处，仿佛泰勒一行人正走在前头。那里阿朗伊溪静静地流着，流着清澈的溪水，也流走岁月。我认出来这一段了，很直哎，很直。拍这里对，很多年了，我要回去找。很多年前就要来的，一直弄不成了。哇，今天真是太好了！要托这个千里步道的福啊，我们也托老师的福。真的托你们的福啊！泰勒一行人消失了，我们这一行人也终要消失。但这海岸的壮丽风景以及那壮阔的大地交响，却会继续存在于天地里。但也因为曾回荡在我的生命中，它也会启发我更多的灵感与见地，让我自己，甚至让更多听见的生命豁然开朗。你还有一点点时间是讲，还有很多的这种机会哈，包括从创立基金会嘛，就是想把我一生的经验，把我一生累积的这条东西，我的思想智慧能够透过基金会哈传海，还把那实体的这条东西做得继续影响人类。像2年前那个新几那样，今嘛这个喂，实体的算的嘛。
但你已经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精彩，啊，至于老了死了，那就不用你担心了。所以因为你去死讲话孝体没有啊？冇孝体的时间，你身体好，你就敢嘛做嘛。那你有了的东西，你尽量给嘛，就是呀。所以讲不管是翕的相、写的文章、录的音按倒，安排基金会做得变动到东西出去，继续本来忙落因为用嘛，要是一点点有信念传了啦，我无人了大了还差不多的啦，所以努力了了结果啦。他希望这个荒野基金会不要带任何的政治的意味，然后能够纯粹的，就是来替这个地球来做一点事情。他身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台湾人，站在这个台湾的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所许下的一件愿望。生命非常完整，充满创造力、充满热情的人，是像我们宗教讲的人间菩萨，对，而且在这个世间非常完美的做他老天给他的工作。最后回过头去看，回到自己的本身去想想，你想过怎样的人生？那我去北京大学演讲，那么多的学生，我要用一个台湾的角度讲到他们最后那种掌声的疯狂到不肯让我走，你就知道，因为他们听到不同的声音，打动他们真正内心深处一种呼唤的声音。像我这一次去，像他们笑我走过5大洲，因为我从福州上办演讲，然后又跑到温州演讲、苏州演讲、杭州演讲，到了北京转到广州演讲，5大洲。我讲到，我回来，我现在那个疲倦还在，因为太累了。将近20场的演讲，再加上访问，这样哇！上个礼拜我要去马来西亚。因为我已经年纪不小了，可是你这样能够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停止。所以我讲，人生的精彩从行动开始，永远不要停止行动。Always keep action， 让你的人生精彩，永远保持热情，热情中保持浪漫，你的人生一定很精彩。好了，祝各位人生精彩。后会有期，谢谢。孔子说：“颜回啊，一箪食，一瓢饮，回不改其志。”那我只稍微改变这个字啊，那一箪食，一瓢饮，休不改其志。比如说最近出版业也不好，我常常会跟他问说：“你还有精神，还有那种毅力写下去？”他说：“这个写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所有的人，即使钱对他来讲，他从来不去考虑。当你不去考虑金钱的时候，你才做得深入，你才会去影响到别人。这就是我再讲一次：一箪食，一瓢饮，休不改其志。亲爱我年已渐老，白发如霜映光耀。可叹人生披朝露，青春少壮几时好？为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存。